位 YouTube 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飲食生活嘅港男港 man。今日嚟到黃竹坑站 The Southside 裏邊嘅皇后飯店食下午茶同埋晚餐。咁啱我哋嚟嘅時間係5點零鐘，餐廳同時供應下午茶同埋晚餐。咁我哋就一次過叫晒下午茶同晚餐一齊 share 啦。餐廳環境整潔，燈光同埋座位都俾人有一個好舒服嘅感覺。我哋睇下下午茶同晚餐有咩食。下午茶餐有12款咁多喎，真係有選擇困難症。我哋到最後就揀咗迷你焗豬扒飯同蝦多士。至於晚市套餐就提供咗2個 course 同3個 course 嘅選擇。我哋就選擇咗俄國牛柳絲鮮蛋闊麵。餐廳亦都提供咗紅酒同白酒俾客人選擇㗎。另外仲可以有優惠價享用呢個甜品添。牆上邊掛咗唔少相片，分別記錄咗餐廳嘅資料同埋歷史片段。原來餐廳已經有70年歷史㗎啦。首先送嚟嘅係羅宋湯同埋餐包。羅宋湯材料好豐富，好多雜菜同埋少少牛肉，味道都好濃郁，但係個人認為可以再酸多少少。至於個餐包正常發揮。接住嚟嘅就係俄國大蝦薯仔沙律，旁邊嘅就配有酸菜同埋沙律菜，好醒胃啊！跟住介紹嘅就係呢一個蝦多士，望落去好乾身，唔油膩啊，炸得好靚。飲少少呢個沙律醬，真係好好食，味道唔錯嘅。接住落嚟要介紹嘅就係另一個下午茶餐，迷你焗豬扒飯。呢個真係完全符合商品說明條例啊！就算食咗，完全都冇罪惡感啊！我哋睇睇個豬扒先，個豬扒都有返一定嘅厚度，唔乾唔柴嘅，而且裏邊都仲有醃過味，味道唔錯啊！佢仲係切件上方便食，而最重要嘅一點就係佢係炒飯底㗎，咁先至係焗豬扒飯啊嘛。接住落嚟嘅就係晚餐嘅主菜啦，俄國牛柳絲配新鮮闊蛋麵意粉。牛柳嘅份量都好多，而且材料仲有蘑菇同埋番茄，面頭再加上呢一個酸忌廉，令到呢個味道嘅層次感進一步提升，夾埋一齊食真係好好味啊！嚟到甜品嘅環節，我哋想試下個火焰雪山，點知當日餐廳冇供應啊！到最後我哋揀咗傳統香蕉船，嗰把遮仔都幾得意喎。香蕉船有3球嘅雪糕，包括咖啡、曲奇妙脆同埋雲呢拿味道。不過我就稍嫌佢面頭嘅 cream 多咗少少。跟住講下飲品，凍檸茶有3片檸檬，個人認為檸檬同茶味都唔係好夠，味道普通啦。至於凍奶茶同凍咖啡，
就正常味道。OK。哇！咁快又食飽咯！今晚嚟到皇后飯店食飯，無論環境、食物質素，以至服務嘅水準，都有一個唔錯嘅體驗。重點推介就係佢哋嘅焗豬扒飯同埋俄國牛柳絲配鮮闊蛋麵，味道真係唔錯。希望下次嚟嘅時候可以品嚐到其他嘅菜式同埋火焰雪山啦。今次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。喜歡呢段片嘅觀眾朋友，請俾個 like， 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睇。另外最緊要嘅就係訂閱我飲食生活嘅頻道。我係港男港 man 啊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